再後多少呢？仲有迎進綠色衫啦，外欄位置就係可人兒啊。好啦，鬥到嚟最後300米啦，咁啊見到透出嘅馬呢，咁啊中檔位置就係海翡翠，入邊正本紅心，響最入仲有自由運啊。外欄位置有可人兒，馬林中間秘密武器，最後100米咁啊透出嘅馬埋邊自由運，外邊就係可人兒，再見到中間位置呢，就係呢個秘密武器過終點第1名可人兒同埋自由運近。第三好啦，轉正彎入直路啦，前面佔先嘅馬就威利金戰啊，響外邊追佢啦。得到猴王嘅勢都好喎，外邊位置上仲有風再起時，涉入邊追武林密碼，緊隨其後響入邊仲有進跑得啊，出邊追上嚟仲有勁進輝煌，最後100零米飛鷹翱翔佔先，外邊上咗嚟嘅馬有風再起時啊，再喺內欄嗰邊仲有武林密碼，中間係威利金戰，最後50米外邊風再起時，似乎有機會冚過晒，跑第2名嘅馬飛鷹翱翔。第3名仁愛之星入正直路，咁啊帝豪寶貝壓住呢隻炸魚薯條，咁啊見到外邊勝利明星旅遊人兒，哎呀潘頓嘅順勢波喺入邊塞住冇位啊，外邊上緊嚟仲有心人嗰啲馬，中檔好運有利內欄狀元才接近終點，炸魚薯條佔先外邊有心人上嚟殺晒，有心人外邊入邊狀元才中間呢爭第3名多啦，美妙日啦，哇最出嗰隻就閃耀榮光啊，最後300零米透出嚟發財寶，路路通追緊佢。中間成理所願亦都上緊，原欄追啲有暴風小子啊，再喺外邊上入不羈的風馬林中間超能量啊，最後100米到啦，透出嘅馬係路路通，埋邊發財寶，咁啊見到外邊不羈的風喳喳聲上緊嚟，最後50米不羈的風外邊一陣風咁已經上咗嚟贏出呢場賽事，跑第2名路路通。第3名發財埋邊就過關勇士啊，攞出嚟中檔追嘅嘛，仲有盛世威風啦，後多層仲有暴風一族啊，最出嗰邊係非凡時刻嚟噶，最後200零米啦，烈焰光芒仲有半個馬位優勢，埋邊追有過關勇士，中檔上呢仲有盛世威風啊，響外邊追嘅嘛，仲有暴風一族啊，出邊位置仲有呢啲非凡時刻啊，最後100零米烈焰光芒仲有優勢啊，最出上緊嚟非凡時刻，中間暴風一族埋邊盛世威風夜馬嗰筆外邊。係咪呢隻非凡？睇下佢揾邊個位啦。中檔位置仲有卓樂人生，藍眼罩係紅海福星啊，掟出去出邊衝，有天外驚天啦。馬林後邊呢粉紅衫就係嗰隻鋒芒勁路嚟㗎。好啦，最後200米到啦，前面透出嘅馬就為你鍾情啦，火轉開始追佢啦。再見到後邊嘅馬啦，咁啊仲有呢隻顏色王子就捱緊啦，出邊呢仲有當家信心啊，接近終點為你鍾情佔先，火轉呢幾步過唔過到佢啊？跑第3名嘅馬係顏色王子，第4名時代啊，抄到最出嘅馬有鄉音啦，馬林中間揾位仲有呢隻好計嘅，入正最後直路啦，前面透出就天天精彩啊，但係埋欄位置慳咗好多位無心睡眠上咗嚟啊，咁啊再見到中檔呢，軒王家富追緊啦，外邊電玩時代亦都上緊，埋邊位置上咗少少呢，仲有呢隻八太子啊，最後100米啦，哇！咁啊呢隻呢，無心睡眠呢，就已經拋離後邊嘅對手個零3位贏緊呢場賽事啦，跑第2名噶嘛，天天精彩，第3名呢，就係外邊位置電玩時代，第4名係軒王家富啊，真係貼欄呢，慳咗好多喎！呢隻無心睡眠轉過嚟泥地都能夠係一攻而破啊！跑第2名嘅馬天天精彩，咁啊應該係頂得到噶啦。外邊位置電玩時代追上嚟第3，火神神落中間翠湖烈風，外邊63紅眼罩仲有領創動力啊！內欄呢等緊位追，仲有顏色的顏林寶精神啊！出邊啊午夜快車嗰啲馬最出，仲有隻風繼續吹啊！最後200米到啦，開心5月仲有少少嘅優勢，火神神落呢就追緊上嚟，埋邊林寶精神，中間位置仲有天威大外檔，風繼續吹上緊嚟啊！接近終點真㗎，風繼續吹，外邊冚上嚟贏晒啊！跑第2名，火神神落中間，出邊奮鬥心要影相。第4名嘅馬有中間位置天威，埋邊係呢隻林寶精神啊！真係風繼續吹，結果外邊冚晒，跑第2名。要影相啊！咁啊轉正彎入直路啦，勁進光輝就追緊埋邊嗰隻鐵三角啊！外邊上有天人合一，中間就黃寶啊，出邊當年情亦都追緊，後邊嘅馬仲有月風雲啊！最後100零米天人合一透出啊，外邊當年情一路追緊佢，最後50米單單獨鬥啊！外邊位置當年情轉過嚟谷草，呢一刻就添上新鮮啦！跑第2名係天人合一啊！咁啊至於第3名嘅馬呢，咁啊月風雲中間外邊追上嚟係周遊列國，入邊仲有隻手手。力又係黃寶啊！結果當年情轉過嚟谷草，添咗呢份新鮮感呢，就終點前力壓隻天人合一啊！第3名月風雲中間。